清华大学的老师甲学生利用5年的时间，伫南回铁路来来回回几落摆，总算完成纪录片，甲一寡驶火车司机，还有南回铁路工人因的点点滴滴，用镜头全部记录落来。上台北念书啊，都是坐这样的车。老火车驶在山北海边，这是南回铁路特有的风景。清华大学老师带学生团队，利用5天的时间，一点一滴把南回铁路的故事透过影像记录起来。其中不少拢是台湾人成长的共同记忆。我一直觉得台湾对于铁道文化的一个认识跟整个的理解，我觉得太过狭隘。那个狭隘是大家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，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，其实它承载了整个台湾人的这种生活情感跟很多的记忆，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更开阔一点去看待的题目。所以怎么从铁道文化来认识台湾，这是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个议题。导演讲，纪录片对摄影、配角、工作人员拢是清华学生，参已经毕业的同学，其中还有来自不同科系的学生。自开始到完成，过程确实真无简单。晚上就在那边看着工人施工，然后在那边第一次的拍摄，我觉得很新奇，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，我会接触到很多可能我这一生不会接触到的人事物。这个电影里面，你可以看到，它就驰骋在整个中央山脉南段，驰骋在整个台湾海峡、太平洋这中间。很美，我觉得台湾很多人觉得台湾很小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，我们没有细细看它，我们没有慢慢看它，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美丽，好多的故事，其实我们都忽略了。南方畜牧铁道纪录片目前等在电影院放送，导演邀请大家去看这部记录台湾铁道的纪录片，共同来感受南回铁路的风华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